来关心环境，地理北部的达马斯岛是当地徛过的生态地，也毋过这半年来，有真侪徛过因为为着禽流感死亡，数量已经有上千只。当地官方烦恼疫情会扩大，即马决定要甲保护区关起来，游客已经袂使入去，敢若会当有穿防护衫的清洁人员入去内底捡徛过的尸体。规定的徛屋行入咧石头顶，形成正特别的景观。这是智利北部达马斯岛，原本是游客近距离观察红堡徛屋的所在。不过最近当地发生禽流感，沿海地区4个人看到死去的徛屋、鹈鹕、野鸟甲海狮，官方只好将北部的自然保护区封起来。El pingüino Humboldt, que en este momento tenemos cerca de 1.300 muertos registrados a lo largo del país, concentrados obviamente en la zona norte del país. 智利自去年底开始发现大量死亡的鸟仔，政府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，全智利已经有10%的徛屋死亡。自去年12月到即马，死去的野鸟要达4万只。为了摆护疫情继续扩大，智利各单位加强防治。不过6月初，北部海岸地区又搁发现3500只死去的南美鸬鹚。虽然检验了发现这款鸬鹚死亡原因甲禽流感无关系，不过也是让人真担心。No, todavía se ve alejado. Pero como digo, todo va a depender de la evolución y que cómo vaya haciendo los cambios y las mutaciones que puede ir teniendo el virus, que al final podría, ¿no es cierto?, saltar de la especie ave a las personas. 根据官方的资料 ，H5N1 禽流感病毒已经影响智利50个物种，包括野生的龙，也有一位53岁查甫人。虽然有一寡国家已经使用疫苗来预防禽流感，不过智利的专家认为，疫苗主要是使用伫咧家禽、野生动物无一定适合。若是无好的注射策略，恐惊会造成病毒进化，造成无法度预测的风险。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译。